こんにちは。阿里不达。ありがとう。あり不达、宏达、雅马哈、Suzuki、苏西。啊，不如你是咧讲啥话啦？练习日语。日语哦，练习日语要创啥？因为今仔日咱要去日本时代的新富町。新富町。新富町要安念？我看是大字报，新多米酒。新多米酒。新多米酒。新多米酒啊，多位的，多位的，你嘛唔知。但是一定是一个有好耍的、好食的、好势的所在啦。你来看卖啊！来看卖啊！今仔日咱有好朋友哦，来甲咱做伙去佚佗。到底是谁是咱台南来的水姑娘？是吴祖辉。吴祖辉，欢迎！哇，真正是水姑娘啊呢！欢迎，你好。台南人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吴祖辉。你好，头一摆来吼。嘿，头一摆来，淡薄仔紧张。没紧张啦。台南敢有足侪较早日本时代的迄个建筑？哦，若是讲到台南嘛，台南伫咧咱日本时代时阵是台湾第2大城市。是。啊，若较近吼，叫做老类的所在，就是咱的新华老街。哦。对，所以若是有去台南佚佗的观众朋友，一定爱去新华老街行行的。啥物上好食？新华老街的物件，我是较无经验。遐淡薄较远，对无？因为我差不多去1摆尔。是。不过我若常常去，我上介意的所在，就是伫永乐市场。哦，这就较市区啊。因为我是伫遐大汉的。阮爸爸自细汉到大汉的，带我去水仙宫，还佫有永乐市场去遐食物件。所以遐我较熟啦。浩子哥，你咧对台南你有熟啊？拄则伊讲迄个水仙宫啊，伊边仔有一个迄个三兄弟，迄个鱼汤最好食，系啊，共款迄条街啊，迄条叫樱花街，还是樱花路？国华街，有一个迄个跳舞的啊，差生年也那跳舞，足古锥的，足古锥的，嘿啊，咱今仔日啊拄仔有讲过吼，咱要转去日本时代的这好耍的所在吼，咱导览先生会带咱去哦，到底要去倒位呢？来，赶快破山地妹来介绍哦。大家好，我山竹妹。大家拢知影，日本时代足侪台湾足侪所在拢号做什么町，啊，咱今日是要去什么町呢？即摆就来看 VCR。对，咱今日要去的所在就是台北的新富町，甲台中的新富町。啊，这两个町啊，到底有啥物好食甲好耍的？即马就要来欢迎导览先生来甲咱讲啊哦。第一位要来欢迎的导览先生，就是艋舺第9代的传人吴占栓老师。主持人好，欢迎。老师你好。你好。老师因兜啊，对迄个。阿祖就开始住咧遮嘛，是，第9代。第9代，啊，别人拢咧研究迄股票要安怎买才会趁钱，伊拢咧研究恁阿祖的代志。到底阿祖有啥物代志，互你遮尔啊爱研究？今日就要欢迎老师来甲咱讲啊哦。好，欢迎。谢谢。接来第2位啊，要来欢迎的导览先生，就是菜市仔的查某囝秀珠姐啊。你好。老师你好，大家好。老师本来啊，一心要来离开这个菜市啊，决定要来离开。但是后来因为迄菜市啊要拆掉了，伊才发现哦，我上爱的嘛是这个菜肉味啦。
所以你才老落来带大家继续洗菜市啊。是。啊，老师愈洗愈厉害哦，竟然甲伊失散60年的阿兄嘛甲洗出来啊呢。啥物？老师，你爱带我来去洗啦，去迄个市场洗，看卖有男朋友怎样甲洗出来无？好，会使。我才缀你来去啦，吼。我嘛倒去。卖讲为难啊啦！好，老师请坐。欢迎。小姑姐啊，你好。你好。是安怎讲吼？你带人洗啊，找着恁阿兄失散60年哦。嘿，因为我替菜市仔成立一个 FB 嘛。嘿。嘿。结果有一天，有一个小姐就传讯息来，讲伊要找因爸爸的亲人，因爸爸可能是菜市仔的囡仔。好，结果我就想到，我哪敢有一个哥哥送人？嘿，然后就问几下细节了后，拢同款，所以阮就约时间见面，伫菜市仔哈。结果我看到伊的面的时阵，我规个家母皮拢起起来。是安怎讲？你60年你哪会认字？因为伊的面就是阮妈妈的面一模一样。虽然阮妈妈过身啊，结果我看到迄眼的时阵，哦，我真诶规个拢惊着。嘿，所以就到尾阮伫菜市仔见面嘛，哈啊叫长辈来确认嘛，哈。结果阮的8个兄弟姊妹，然后伫阮即个三哥60岁的时阵团圆。有够感动。真的呢，做导览啊，做甲个捡着呢。我感觉这是天公伯啊安排，甲 FB 送阮上大的礼物。就是阮家族会使团圆安尼。因为迄个时阵市场敢若要拆，是毋是？嘿，对，其实是因为我大汉饲我大汉的，经过市场要拆嘛。所以我就想讲，我应该爱甲大家讲我眼中的。传统市场是啥物型的？其实我感觉伊是一个食材博物馆。伊嘛是一个无围墙的大学。无围墙的大学。嘿，所以我才用 FB 带大家去洗菜市啊，去买菜。所以你是台中的新富町，啊，这边的是。阮是艋舺新富町。艋舺新富町。是。艋舺新富町是毋是伫咧啥物山水？嘿，山水街。山水街迄个市场内底是。啊，你遮尔少年，哪会想要讲遮？我是看起来少年啦。其实吼，我地高台伫艋舺250多年。其实以前吼研究自己家族历史，后来人家就说哦，你研究嘛袂歹啊，应该出来甲大家介绍，啊介绍地方的这个历史啊、庙宇啊、甲美食。所以吼，我10年前就开始出来副业啦，开始出来。除了介绍我家历史，也介绍吼附近艋舺台北市区吼上早的这个所在，互大家知影安尼。阮以前是做船头行，因为吼这个艋舺甲鹿港甲中华一样，就是讲淡水河边啊会使对渡啦，会使做贸易。所以阮家族伫个地方吼真重要，所以我感觉吼，我为家族也为艋舺。来跟大家分享安尼，是一个艺术。老师，当借问一下，你是用什么款的方法去知影讲你的祖先较早是做什么代志？其实吼，阮家族有族谱，啊庙哦嘛有刻阮祖先的名，啊其实吼现在也很多新的科技啦，会使去寻根，做一些历史的研究。其实吼透过这个即马讲 FB 嘛，FB 以外吼。哦嘛，足侪这个工具，像我用我的 FB 就认识到阮清朝边仔的后代哦，这嘛是足趣味的代志哦。这透过网络吼，因为阮少年人哦，会使用这个方法安尼。今仔日有艋舺新富町，啊嘛有台中的新富町，要为倒开始？为艋舺开始。好，来欢迎。这个市场足趣味哦，这内底有冷冻库，90年前冷冻库，所以食材足新鲜。足厉害。足高级。啊，这2合真吼，81年的老店，请大家来吃这个咖喱肉饼，温体猪，成本足悬呢。啊，古早的味呢。台湾的烧腊，伊会使讲北台湾上早的，清朝就开始啊，100几年。
啊，今仔传的是烟熏猪肝，这个地皮就好，就好诶。这好多招财探吉季啦，1年1度的活动，老的市场也有新的灵魂。开放界开始。好，来欢迎。来，大家好，一户二路三艋舺，我是艋舺的9代传人吴占轩。今仔甲大家来介绍艋舺新富町的这个好耍的所在。来，对我行。来去。来这图吼，阮会使看卖一下，这是一个艋舺的局部地图啦。阮艋舺就是为这个淡水河开始的航运贸易。哦，这个所在吼，大概在现在吼，阮龙山市的南边。吼，南边这个所在其实吼，以前伫清朝的时阵，叫做下石路，哦，下石路，因为吼，以前这边吼拢是土路，哦，有石头安尼垒一个一个。啊，后来吼，艋舺的火车头刷来遮，1918年，这边就开始越来越热闹。大家知影吼？火车站前面吼，就这商店街吼，所以人愈来愈多情况吼，就开始吼准备来这个新富町市场开始在这里营业。啊，今年是阮新富町市场90周年，90周年。啊，这个所在吼，新富町的意思吼，伫咱这个艋舺来讲吼，是一个新开发吼、寄予厚望的意思吼。因为吼，这个所在以前吼拢是田，吼，1935年以后开始吼就闹热的。所以你看卖吼，这个市场足趣味哦。这真正亲像这个马蹄形，吼，以前咱传统的市场吼，拢是伫咧外口吼，吼，祖师庙口啊，什么庙口啊，安尼摆。好，日本人发现中吼，这上重要就是爱建立一个室内市场，会使遮风避雨。好，所以你看，第一个吼上重要，第二个，这个马蹄形内底会使洗物件。我们有一些摊上有没有哦？洗物件这有排水设施，但是传统伫外口吼，就放水流吼，就太高的。哦，第三吼上重要就是讲吼，这内底有冷冻库。你知影？90年前冷冻库，所以食材足新鲜的。大大拢有冷冻库。无啦，一个会使集体放。集体啊，以前有一个集体的这个冷冻库吼，是足赞的。所以这是阮整个北台湾会使讲示范的市场。吼，这个新富町市场。来，下一张。那这个吼足趣味哦，你去艋舺，你有看到吼足济吼，这叫做街屋。街屋吼就是清朝吼，你去淡水嘛有看到，长乐路有这个清井。天井的这些所在，街屋的艺术就是讲在商业很发展的地方哦，人口很多，土地利用面积不足吼，一间一间安尼哦连续安尼，所以吼后来吼人愈来愈多吼，大一个敢半楼啊，就刚刚讲现在的楼中楼啦，下面店面上面也在大啦，所以这是就趣味的这老街道才有的街屋的半楼啊，介绍大家。哦，大家安尼听，大家讲历史吼，足无聊的，甲大家来介绍一个好食的物件。来看这张吼，洲际肉粥店吼，我想讲耗子应该知影哦，爱食的人足有名的。来，好一张，我等下介绍拢是超过70年的这个老店。这洲际肉粥吼，70几年啊。其实吼，特别之处就是讲吼，跟在地历史有结合。以早吼，阮这个艋舺吼做工的人就侪啊，吃早餐要吃吼，爱食这个肉糜，肉糜就是讲俗，但是有肉有油有力气。啊，你有钱哦，会使切其他的小菜。所以这个红烧肉，这个洲际肉粥吼，邀请大家来食，合作艋舺人、台北市人的这个。心目中的米其林呐，好一张。啊，这二合珍吼，嘛足趣味的一个汉饼店。来下一张。汉饼店。嘿，这二合珍哦，你看到中西合璧，有卖汉饼的，嘛有卖胖。哦，阮今天有请大家来吃这个咖喱肉饼。
咖喱肉饼，这咖喱肉饼吼，这二合蒸吼，就是要纪念因的阿公阿嬷两个人和谐做伙做出这个珍宝，给大家吃好，做二合蒸。这81年的老店哦，哦，你食看卖，这袂臭粗，冷气嘛好食，因为这是用进口的。这个纽西兰无水的奶油，咱传统拢是用猪油，猪油冷气拢有一个味嘛，所以这无。这古早的味呢，温体猪哦，好食，咸甜咸甜，成本就悬呢。是，你讲到重点呐。台南有迄个香菇肉，香菇肉嘛。那个大家小时候的味道，对，这个咖喱其实吼，日本人为这西方传进来，所以1895以后吼，伫台湾吼，算足贵的物件，所以1945年以后吼，大家要融入阮的传统的汉饼内底，所以今仔大家会使食到这咖喱肉饼，嘛毋是足容易的代志，所以这真正是古早味的。好，下一张。好，大家来看这张吼，大上品商行吼，其实吼，刚刚讲店头就普通的，刚刚市场一担烧腊，你看这烧腊，其实不是香港的烧腊，是台湾的烧腊，伊会使讲北台湾上早的，清朝就开始啊，100几年啊，5代哦。最特别的是什么？我们今天也有带给大家来吃。哎呦，被漱口哦哦，这个早上今天7点多就去排队。7点先去排队诶，足清诶，艋舺人吼，阮拜拜过年过节吼，家里一定有的。所以吼，大家吼去艋舺，可能你唔知影有啥物欧米亚给，但是老艋舺拢知影这单。啊，今仔传的是烟熏猪肝，食看卖，烟熏猪肝。它是用熏的，嘿，所以咸香咸香。我觉得气味就好诶，以前是拜拜教堂食，今嘛是阮的下酒菜，哦，所以哦，如果大家下班哦，会使哦带回去，这啉一杯吼，袂歹哦。这是含的这种诶，北来配红酒佫会使，这会使，这真正100年诶，吼，阮。艋舺人上爱的这个烧肉、烧腊，吼，介绍食以外吼，而且吼老的这个市场也有新的灵魂，哦，我们来看卖哦，这内底这马蹄形的所在哦，今嘛拢成为年轻人打卡的地方啊，你也看卖，这外口吼，嘛有展览，嘛有这个哦，下一张，哦。大家拢知影吼，上出名哦，我们顶届有来过艋舺世界酒场，这就是讲透早就会使开始啉酒、食物件一个所在啦。今天透早开始啉吗？差不多10点就会使。来下一张，你看卖，足趣味哦。它主打，这特别放哎，这就是讲吼，譬如讲恁第一摆去新富町吼，你唔知要买啥物件，你会使伫咧外口的菜市啊，摕你想要食的物件，寿司、烧肉，还是啥物物件拢会使，所以带进去吼，点一杯酒，哦，安尼是啊我说就赞。所以这个艋舺世界吼，会使讲今嘛甲阮这个全部的社区吼融合得很棒，也会办就这个活动啦。阮看一个影片。这就是阮足出名吼，刚办完一个祭典。顶礼拜才来有无？是顶礼拜吗？才来啊？多大吗？这好多招财探吉记啦，招财猫伫咧中间哦。啊，你看到这些少年呢，拢是当地这个我们的一些摊商，还有我们厝边隔壁，哦，大家安尼做伙1年1度的活动。会使讲这个活动，伊是讲明年可能会换形式啊，所以希望大家吼可以 follow 一下我们脸书啦，我们艋舺世界的脸书，看看有啥物活动会使参加。哦，今天简单的导览就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。
艋舺虽然是一个老所在吼，但是因为这个少年的吼，拢饲落做这个这点的时阵吼，即摆规个拢新起来。你看，拄则伊迄这点内底拢是少年人，淡仔咧耍，有无？伊就讲老区嘛有新的灵魂。对，一定都是安尼。对，而且你拄则看到迄个嘉年华，是因家己创造出来。系啊，迄个招财猫。今年才第3年啊，第4年尔。但是伊个招财猫是为日本请来台湾的哦，不是欧美来，欧美用文创的艺术哦，不是。没错，这个祭典就趣味的，吼，但是伊平常时嘛是办足侪活动啊，旅游的，还有我们上次最出名的就妈祖的这个一些小菜的品茶、品酒都有，就这活动，所以来新富町唔仅是买菜嘛，会使参加文艺活动安尼。感谢啊，恁这个少年，谢谢。弟啊，要换你啊！新富町要变新富町啊！哦，是。哦，来，水嘞，水嘞。这就是咱讲的新富町市场。日本人迄当阵伫台中，其实足侪拢有细鱼啊。安尼。大家拢讲伊是细鱼啊市场。哦。要食过厉害无？哎呦，厉害的啦！会使哪食哪看。哦，哪食哪看。伊拢是逐工的下早现切现煮，入口即化。这是三代福州薏米。要100年啊！大弟妹，我足想要食看卖呢。阮现伫遮煮的。现煮的，现煮的，现煮的。这有生意哦！你嘛真有真干，哎呦哦！别飘。弟啊，要换你啊！新富町要变新富町啊！哦，是。哦，来，水嘞，水嘞。大家好，我是秀珠姐啊。我今仔日要欢迎大家来台中的新富町市场，嘛是咱100年的市场。会使和大家讲，来这个市场，你就会使看到，不管是历史好食的，还是有意义的代志，拢会伫遮看到。欢迎大家对我行。来去。来，大家看到这张图，就知影讲红色范围的所在，就是新富町。这个所在离台中火车头、公园拢足近的。上重要是遮有一条三民路，三民路北会使接丰原，南就是去彰化，这就是台中的纵贯线。好，所以伫日本时代甲战后，这个所在都是足闹热的所在。好，伫1917年呢，伫遮起着一个菜市啊，来后一张。来，这就是咱讲的新富町市场。因为边仔拢是日本人，带日本人，所以遮拢和日本人做买卖，伊的物件价搁悬，价较悬，价小较好，物件好，价小悬。所以遮拢是日本人咧买卖，所以阮嘛叫做伊是日本市场。新富町是安那来咧？因为头拄仔咱讲的。这个三民路一边是新町，对，日本时代拢町嘛，新町，一边是富贵街，所以新甲富，所以叫做新富町。嘿，然后搁过来，这有一个特别就是，咱知影日本人迄当阵伫台中，其实足侪拢有细鱼啊。安尼，嘿，细鱼啊，这个物件咱讲过，伊是毋是较关价？搁幼路嘛有日本的进口物件嘛，干贝啊，好的物件，所以遮伫遮世界呢，拢是高级的物件，伫遮买，大家拢讲伊是细鱼啊市场，就是细鱼啊，
因就住咧边啊嘛，所以咱坐这个说伊啊，才买会落去，一般的台湾人买袂了，买袂落去，伤贵。所以感觉迄个时阵，踮内底行的拢穿水水，佮秀香水，佮穿关大安尼，哦，足芳的呢吼。因为遐就是变成较高级的，哦，不管是布料啊，哦啊进口的保养品啊，拢是日本人咧买卖。舶来品。嘿，所以这就是足特别的市场。好，啊，我要想讲要带大家来看，这有足好食的物件，啊嘛有足热闹的所在，咱来看这张。哎呦，厉害的啦！厉害哇，厉害啦，就厉害。你食过厉害无？这间唔捌食过。我食过。阮台南嘛，足侪萝卜饭。我知。要这间足特别的哦，是安那特别的？咱来看伊的做生意的时间。伊的做生意的时间是下晡4点，甲过顿工的3点。安尼。一菜市啊，哦，做60年啊。大家来想看卖，伊是安那这个时间做这个生意？拄我有讲洗衣啊，洗衣啊来食。啊，透早袂使拖出来。有，暗时用会啊。对，暗时啊，到洗衣用会。偷啊出门来食，真趣味，毋过毋对。吼，伊这是因为这个所在四边啊，足侪酒家。足侪酒家，所以工作人员足侪。吼，不管上班下班，拢会使来厉害卤肉饭，才食一个好食的。吼，搁过来，咱来看后一张。老师等下，会使哪食哪看。哦，好，哪食哪看。都有炸来啦，哦，这有生意啊！刷地妹神救援哦，你袂歹哦，你啊，哎呦！啊，即仔客就是咱这吼，毋是假肉，是山珍肉。这位台中客来。这吼，若伫台南吼，叫做控肉饭。控肉饭，因为规地，伫台南若是卤肉饭是迄幼幼的，肉色，对。哦，你会发现讲，哦，那个肥的真济，毋过食落去佫袂油，吹入口即化，然后逐工啊，你来拢排队。伊的三层，我甲你讲，主要就是伊即个肥的部分，然后卤到安尼烂安尼，啊加落去伊做化去，做油去，做变肉汁。啊，你嘛袂使讲安尼卤到互食着会惊，有无？啊，上厉害就是讲，伊为台中摕来。冷气佫真好食，嘿，这就是厉害所在。而且你爱看伊的外口，伊的造型，伊安尼四四角角，大叫大风，小叫小风，有无？你若食风，就是讲你会使风观进宅。哇！安尼对无？对啊，你真正是历史长呢。搁要甲大家介绍哦，伊拢是逐工的下早，伫遐现切现煮，吼，然后你都会使看到伊所有做的过程，吼，搁过来。咱会使搁来看后一页，后一页，这是三代福州薏米100年啊！虽然面顶是写3代对吧？其实真仔已经第5代啊。哦，爱算对。哦，是安那呢？因为第1代是为福州来台中的餐厅做大师傅。第二代伫第2市仔边仔做卖食的。第3代才有一个空间，才有挂招伊的招牌嘛。所以迄当阵是毋是讲伊是3代？真仔一定甲第几代安尼？第5代。薏米足 Q 的哦，加上因家己特色的手工的肉色，足香的，佮配一个咱的综合鱼丸仔汤。哎呦喂，哎呦！这鱼丸汤我足想要食看卖呢。阮透早就去排队啊！透早就去排队啊！真正。无啦，啊是讲你这米地较早来啊，规拢高起。无，阮现伫遮煮的，现煮的。才有生意。嘿，是。米来啊来啊！米啦！哎呦来啊来啊！烧的。烧的。真煮的。哎呦！啊。哦，你嘛真有真难，哎呦，哦，这有生意，你看。哦，赞！100年的第5代啦，哦。我特别来大家介绍这鱼丸仔汤着啊，伊有一碗汤有3种口味。蛋姐，你有闻到一个最特别的味无？鸡味，大米鸡的味。嘿啊，鸡胗的味，鸡胗的鸡。伊迄个鸡就是
碱味，碱水，嘿嘿。台中人最爱食大面筋的，就是有迄个筋味，所以内底迄个就特别香。好食。这滋味无共咧，唔是一般的薏米。是啊，所以逐工拢排队哦。我要甲大家介绍这个鱼丸汤，伊有3种，伊就是福州丸、虾丸、佮鸡鱼丸，所以一个汤内底有3种口味，安尼一份85块。来，我再来介绍一个足特别的所在，伫新富町市场。咱这个市场内底有一个100年的水果行，伊是1923年开始做生意的。来后一张。这是因开始做的时阵是卖金蕉。咱台中啊嘛是金蕉的集散地。所以因这头家卖金蕉。菜市仔若卖无了，佮杀去柳川边仔的电影戏继续卖，就是足认真的，甲伊的迄生意做起来。佮过来，咱来后一张看一下，伊足特别的，就是你伫菜市仔单位内底对无？看到历史文物。这块叫做标准商人对无？那有这块咧，其实这就是政府政府派人偷就是拢来买物件，买1礼拜。伊讲秘密课哟。对，迄当阵有秘密课，迄是政府派的，然后逐工拢来买物件，回去拢会称。结果称了呢，拢是无偷金减了，童叟无欺。所以结果就来颁奖，所以这迄当阵伫台中敢有5张。台中敢若5张，伊就1张啊。对，就知影讲这是一个足诚实的商人，来遮买你拢会使放心。来，阮搁看后一张。这水果，是安那翕水果呢？第2代的时阵，因第2代开始，迄当阵就做转型，开始为进口外国进口len果啊，好的水果入来，然后因就卖上高级的水果，嘛是水梨，是水果鸭仔，来要送探病啦，送医生有无？毋是送尔，因阁拜托头家做一件代志，甲红包塞伫水果内底。所以迄当阵的年代，就是透过这高级的水果，甲伊想要做的代志做出去。这水果若内底插红包，要洗水果的时阵，安尼，欢喜呢。安尼会使啦，安尼会使啦。无怪伊会使开100多年呢，对无？搁过来看这张，这足特别的江宝石料品行，这是铁门，不过铁门面顶呢，拢有画图。这想要画图呢？是因为足侪少年呢，伫外口拍拼了后，转来市场，因想要用因的力量，和市场有无共的新的风貌，所以呢，因甲铁门画内底要卖物件，比如讲，这就是干贝，这个进口的干贝，这咧，这就是进口的水产高级罐头，所以你若去阮第2市啊，你会发现讲，大家虽然休困啊。看起来那个搁咧做生意，伊有先那个 7-11共款，然后24小时咧经营，这拢是少年的想法。嘛一群少年的成立一个新富町地方创新协会。我咧带菜市仔导览的时阵啊，我有当时会问一个问题，我问大家讲，你认为菜市仔是啥物人的？大家有的人伊会想讲菜市仔都迄卖菜头家的啊，菜市仔都政府的啊。其实像恁头讲的，是咱大家的，所以真有足侪少年来转来，阮就开始去甲前辈听前辈的故事，然后甲前辈的故事写落来。搁过来，阮就甲前辈成立一个协会，然后同齐来做一寡代志。阮认为讲。传统市场就是要靠大家的力量甲伊保护，无伫即个城市即进步的时阵，传统市场就无人会去管伊。所以欢迎大家来台中，来新富町第2市啊，一
同齐来食好食，来听历史，来看台中的历史。谢谢。我问题，你请问。我想要借问一个，所以台中的新府町甲台北的新府町是无共款的，只是共名。共名是日本时代共名。共名。今仔阮是台中第二市场。台中第二市场。对。我甲大家讲一下，因为吼，我定吼，拢会专工坐高铁去台中食因的美食。哈？是哦。这第二市场内底吼，有一个迄个阿嬷的相思面。食了真正吼，你会思念、会怀念、会相思。有啥物特别？特别的吼，比如讲你家点迄个麻酱面、麻酱面，伊内有无？伊麻酱面没有麻酱哦。是安那？你怎知啊？你甲大家。因为家己加啊。你爱家己加去。家己加，看你要偌济，你加偌济。想要偌济家己加。伊是伫咧桌顶。伊一桶的，成本就悬嘞，因为大家拼命放嘞。太多的生咸啦。生咸。拄啊我你家己加起是安烧烧安尼笨笨，气味有够赞的。咱今日迄导览先生的导览拢足精彩，因的加分地嘛足特别的哦。因的加分地是要用摸的哦，即马就带我来去摸吧，行。这摸啥会？这是阮第二市啊的一个手工内衣。你可能唔知影，手工的内衫有偌歹做。哦，这厉害着。啊，这要放啥？暖包？这叫做。哦，这工有够油的啦。这是古文物哦，拢超过100年。这爱挂白手套。挂这手套是咧看古董的时阵才有挂这个手套。其实吼，这清朝的时阵吼。比艋舺新妇市场较老哦，我大家来分享头一摆伫咧大家面头前哦。哇，谢谢。因的加分地是要用摸的哦，即马就带我来去摸吧，行。这摸啥会？这敢挺好通摸？我今仔日内底嘛穿一领。嘛是哦。你啥要摕你的内衫互大家看？这毋是，这是阮第二市啊的一个东方美手工内衣，一个秀容节，这拢伊做的。一领50年，一领30年。你可能唔知影，手工的内衫有偌歹做。因为迄是贴身的，贴身的伊的版型一定爱足有经验的老师才会做会好。是。系啊，所以即马咱就少穿规领的内衫的，是不是？无人即马较无咧穿规领的。是啊。莫讲啥物，我连内衫都捌穿过。啊，内裤咧？内裤有当时啊，天气较寒才会穿。是讲，恁敢捌穿过这种定做的内衫？唔捌。唔捌嘛？可能是参加可能典礼的时阵啊，才会穿的较塑身衣啦，嘿。其实伊讲的就是做靠近正确啊，吼。其实伫阮即个秀容姐，伊是甲白俄罗斯的老师学的。啊，是安来学这手工内衣呢？其实以前的贵妇穿旗袍。大家你会发现伊的裤，你敢有看到伊有痕迹？无，对，而且无痕内裤哟。对，因为伊这就是全部一体啊，所以你拢无看到有任何的一体所以伊这拢袂安尼倒出来，拢要印起来。袂。哦，这厉害着。啊，这要放啥？暖包？哦，这叫做暗袋啊。暗袋啊。好。放钱。对，放钱。暗袋啊，就是比如讲以前的贵妇人，伊带做重要的耳康，那个耳膏、项链，伊这个宴会参加了后，回来足惊会去人抢啊，害怕伊就是会甲这藏落去。啊，搁有比如讲这小姐伊有重要的钱，伊就是甲藏在遮，安尼就是做安全的。我有问过秀容姐哈，伊讲其他嘛有做咧遮，做咧遮就是较细，就是重要的一寡首饰藏咧遮。咱今仔搁麻烦大家来看这柳啊。
大家有发现这柳啊是毋是足细？哦，这边嘛看一下。哦，两边拢有哦。这个柳啊是毋是足细？是。哦，这个柳啊内底的线，哦，看起来是线对吧？对。其实是布落去填起来，所以这是每一个线拢是布落去填起来。哦，这是布呢，手工足油的呢。啊，这边有线，啊，这边有柳啊，这嘛有柳啊呢。是啊，这都是。开灯，啊，要上厕所就是加拍开就会使上厕所。哦，唔免规领腾起来。是啊。这真正会使穿一世人嘞，因为你的胸部无共的大细的时阵，生了囡仔，会使调整，会使变较暗，嘛会使变较冷。所以大家会发现讲吼，像今年啊，差不多30年啊嘛，这秀龙姐有讲吼，伊就是看到这个布料是特别的，好，就是野性、做现代感的，嘿，然后做这就是，搞今嘛做流行的啊，嘿，豹纹呀，就是比如讲去当阵流行泡汤嘛，穿这去泡汤，搁起来拢完全无问题。这个会当泡汤哦？可以啊，去泡温泉，泡温泉。这个年代比基尼伊嘛无退流行，无退流行啊。你今嘛搁有咧做吗？有啊。我伫阮第2次啊，欢迎大家来下伊牛仙姑来定做，好，大家来看这，有没有看到这全部拢是伊的车痕，每一个部分拢是伊的车痕。哦，这是伊车出来的。是啊，这车出来。这工有够油的啦。那安尼车拢袂受厚呢，布拢还是足轻呢。是因为你内底衫嘛，吼品质嘛爱较好嘛，啊，搁过来寒，你看加这锁啊。好，这安尼绑起来。是。我若有较大箍的时阵，我这就会使拍开。哦，对。我大家想要问讲，啊，若大箍要安怎？是，就是这。食烧饱的时阵就放松，就放松。所以安尼一年就差20几万。春秋工吼。我有问过啦，一年伫50年前有无？一年差不多3、4千块，迄当阵3、4千块。欢迎大家来东方美手工内衣来看阮。这个秀龙姐的手工，哇，我要去做一领，到店来做一领，做啊，穿来互大家看下，好无？啊，你应该袂歹看吧？应该啊，这看起来足健康啊，对啊，性感的感觉，拢包好。啊，是3弟妹你去换者？我是无法度啦，我要哪挤入去？哎呀，迄个条件去定做啊，定做咱倒去，系啊，咱做去。好啦，啊，招你才带阮去找查甫朋友啦。啊，穿安尼去找查甫朋友，惊死！好，安尼带来看，咱来看网架这边。哦，这是古文物哦，拢超过100年，所以阮先。等下，这爱挂白手套。挂这手套是咧看古董的时阵才有挂这个手套。你看到拢超过100年以上啊！这张纸100多年。嘿，你会使看这，好，大家来看一下。哦，这张很特别哦。1917年吼，这边有写哦，新竹房子的证明哦。这第一行，新竹有没有新的？来，新家什么？来，家屋新竹院。家屋新竹院。有你的厝要新装潢的这个申请书。是。所以有一张这申请。嘿，爱甲政府申请，申请落来，阮太祖的名伫上面，伫咧遮。吴俊德是阮太祖。吴俊德。嘿，阮太祖5代以前，啊，这就是爱起这间厝的申请的这文件。啊，起这间哦，大家来看一下，1917年哦。哦，109年。嘿，这109比艋舺新妇市场较老哦。啊，这等下，我看了你这张，恁台南有一个迄个什么那萨图。蓝晒图哦，对无？哦，对无？经典，因迄个经典嘛是安尼啊，拢蓝色的啊，画白色的线嘛。这就以前吼爱起进前哦，申请完以后啊，爱设计师画图啦。所以你看卖这足趣味哦，这下面有2个罗马柱，哦，罗马柱。以前吼有罗马柱吼有2个重点，一个就是讲承重啦，啊，承重就是有重量嘛。第2就是讲。
哦，以前美观，因为开始有这个西方的这个建筑的概念，就是你讲的，就是这两支条，这两支叫罗马条的，嘿，罗马条，四柱三窗，哦，三个窗啊，四支条啊，一两三四，啊，三个窗啊，嘿，这三个窗啊，就是讲日本时代吼，大家通风啦，因为吼刚刚看到的街屋靠的就是。天井来通风，所以以前去这较清路的这个古厝吼，通风其实无讲足好的，所以日本人以后吼，就是讲窗户啦开很多，啊照明也较亮，哦，这就蓝晒图。哎，浩子，你有看卖这是通啥？我会使摕着。会使啊，有重量哦，重量哦。哦，有重量的呢，重量，有重量的。你有看卖？这插花、花瓶、啉酒无遐简单，无遐简单。啉酒的，有啉酒的。萨克，肯萨克，内底是干燥花啦。我其实吼，这清朝的时阵吼，是咧创啥？花干国语吼做平平安安，花瓶有没有？阮以前吼有船吼对渡两岸甲南洋吼，平平安安放伫咧船顶的，有寓意。平平安安花瓶有没有？你去林家花园看到有一些瓶子的用意嘛？平安，哦，对啊，伫船顶。因为插香的，插香求平安的，拜妈祖过时，这是一个象征呐，就是讲平安这船吼，有时候有去无回，哦，放伫船顶头吼，就大家平平安安，啊后来就愈来愈就。泥沙淤积，所以这就阮阿公就讲，这爱留到家里无价之宝留下来。所以这些东西拢是阮厝的，都百几年的这个古董啦，互大家来分享。头一摆伫咧大家面头前哦。哇，谢谢谢谢，平安哦，平安平平安，平安平安。平安，咱即马就来平平安安来投票。今仔日吼两位的新妇丁啦，台中的新妇丁，甲咱邦家新妇丁对。要选台中还是要选邦家吼？安尼吼，好，你好咧？好啊吼，好啊。台中的新妇丁甲咱邦家的新妇丁来，1、2、3，开票啦！哇！哎呦！台中新妇丁，秀竹记，你投几人呢？我感觉伊最用心的啊。对啊，无拢做用心。我是只投你，只投你。因为我两个惺惺相惜，拢新妇丁，爱复兴新妇丁是我的责任。啊，你哪无投伊？我想讲，伊的票应该就这，因为吼。不容易，你看我要考，这间就赞嘞。无考，无啦，我开玩笑的。两位老师拢真正拢做厉害，拢做好诶。对。浩子哥，你讲你为什么投秀竹记？这唔免讲嘛，今仔控肉饭嘛来嘛，对无？啊大面嘛来，大面佫现煮的呢。无投讲袂过去。无投讲袂过去啦，啊这内衫才水着，是不是？我你讲两句啊，紧诶。我嘛是因为控肉饭。大家拢爱食，这无度啊，就无食无要安怎？但是我呢，我是真正袂想去定做这手工的内衫的，因为我学是织品嘛，啊做衫嘛做过，这真正无简单，这是可能爱找人传承的，嘿，就无简单，真功夫啦，是啊，真的。我就是本来要投迄网界投咱先生，啊，怎伤紧张，怎亲唔着兵啊，所以我跳伫你遐啦，莫哭啦，真的。啊，你算白手啦，白新妇丁去佗啦。是啦，啊，咱一定爱新妇丁的这个精神，大家愈来愈好，精神愈来愈好。好，多谢两位导览，谢谢。啊，各位观众朋友，你若是有趣味的故事，欢迎来海导览先生讲互大家听。咱若是看袂到、看无到，台一台、台二台的 YT 频道拢有咱的节目，咱后集来相会，拜拜。再会，感谢各位，谢谢。谢谢。我跑。